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我全部不接受，那是上帝的，丢不丢啊？差不多53年以前，我去参加一个团契。各位晓得什么叫团契？什么叫团契？你的回应影响我讲道的品质。快点，什么叫团契？团在一起生气。我是他们的辅导。什么叫辅导？一扶就倒。什么叫主席？一碰到主就安息。什么叫灵修？一属灵就休克。当时我跟一个人，大家有没有听过？这个人叫周神助，我一起做辅导，台大团契。周神助跟我说：“范大，我的外号叫范大。你看那位姐妹很可爱，我们平常都不看姐妹的，我们看谁啊？看主。我们从小受一种错误的教导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所以在座都不是人，对吧？我一看之下，惊为仙语，倾城。”国色千娇，回头一笑，以上纯属虚构，只是情人眼里，以后那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母老虎。请问周神助是不是我婚姻中的贵人？今天早上我要介绍一位又真又活的贵人，他无所不能，要不要？我们刚才读过的路加福音，请你打开来。路加福音的19章，我不再念了。请问路加福音是谁写的？快点！路加是干什么的？医生整天写什么？病历，还有处方签，还有诊断证明，还有死亡证明，这个大嘴巴，还有出生证明，对吧？对吧？路加用写病历的方式写了撒该的病历。第一，我们来讨论撒该是住在哪里？什么树上？求主怜悯！你们牧师是谁啊？撒该住在树上是猴子啊！我到全世界讲道都没听说过撒该住在树上。我要到普天下说你们教会所做的以为纪念。撒该住在哪一个城？耶利哥叫棕榈之城，非常的漂亮。耶利哥在哪里？死海的西北方，海拔以下250公尺，在最美的一个城住一个最不美的人，对吧？对吧？请问你撒该什么意思？清廉。撒该什么意思？公正。所以爸爸妈妈把他生下来，就希望这个孩子怎么样？公正、清廉，做得到吗？回答我。从我生下来，我的妈妈就希望我要做什么孩子？好儿子，对吧？我的老师希望我要做什么学生？你的儿子希望你做什么爸爸妈妈？好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全台湾只有一个人做得到，叫郝龙斌。他干得再烂，好市长。他爸爸叫郝伯伯，他妈妈叫郝妈妈，他太太叫郝太太，对吧？对吧？你发现撒该这个人跟我们一样，人在江湖，怎么样？身不由己。撒该身材高还是矮？矮的人有什么感？自卑感。买衣服在哪里买？童装部。到了冬天要吃一种中药，你知道叫什么中药吗？转大人。发育不良。请问你家里没有钱，应不应该自卑？不应该。功课读不好，应不应该自卑？不应该。没有头发，应不应该自卑？快点！头发跟头脑哪个重要？两个都重要，受不了你们！你们这个教会没有什么操练，当然跟牧师有关系。今天第一次见夏牧师去修理他，以后再也不会请我了，感谢主。自卑是不健康的，撒该自卑。撒该有没有钱？财主，对不对？钱能买来快乐吗？回答我，不一定。钱能买来美满的婚姻吗？不一定。王永庆的3娘李宝珠4个女儿3个离婚，钱能买来健康吗？不一定。严凯泰身家4000亿，54岁10大癌就过了。
钱能买来好的人际关系吗？不一定。钱能买来永生吗？一定不能。什么不一定？求主怜悯你们。你们这个教会真是求主怜悯。请问你秦始皇有没有钱？跑到派了500童男童女到日本干什么？长生不老，他买不到，他用错了方法。法老王盖木乃伊，做木乃伊；法老王做金字塔，希望有永生，对吧？对吧？买得到吗？买不到。钱买不来快乐，钱买不来幸福，钱买不来好的婚姻。请问你撒该的婚姻怎么样？大家说他是公认的罪人，恶名昭彰。走在马路上，他太太会说我是撒太太，会不会？一定戴口罩戴安全帽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婚姻不美满。撒该的儿子跟爸爸关系怎么样？走在马路说我是撒儿子，会不会？回答我，回答我，撒该信不信撒？啊？求主怜悯你们。有一天我讲罗德的太太，罗太太底下说阿门。罗德哪里姓罗呢？求主怜悯，听懂吗？撒该活得很无助，已经爬到人生的最高位，爬得越高怎么样？摔得越重，对不对？请问这几天习近平的心情怎么样？大家说，压力非常大，他从来没有笑容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人的本性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快点！人生不如意的事，前无古人，念天地之悠悠，谓之生。醉生，行尸，老树孤藤昏鸦，小桥流水平沙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。快点了！你们真的不上道，你们很少听我讲道，反应都有点阿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人生是无药可救的，死是唯一解决途径。海明威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撒该为什么都不快乐？他不知道。他希望明天会更好，明天不会更好，哎，对吧？对吧？感谢神，谁来了？耶稣来了，对不对？耶稣去了耶利哥，对吧？撒该在这一天前有没有看过耶稣？什么过耶稣？听过。为什么听过？就在路加18章最后，耶利哥的门口做一个瞎子，瞎子的什么觉不好，什么觉比较好？诗班不能唱诗，还要讲话的。刚才唱得不错，真的很不错。请问你，瞎子什么觉好，什么觉不好？他听说谁经过，他坐那边乞讨，听说耶稣经过，他就大声喊叫什么 ？No， 不是叫耶稣，你不要糊弄我。大卫的子孙，我们不懂什么叫大卫子孙，撒该懂。什么叫大卫子孙？因为人原来上帝创造的那些男女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里？有死亡吗？有眼泪吗？有武汉肺炎吗？非洲猪瘟？秃头？眼泪？疼痛？都没有。上帝创造的人应该是长生不老，永远快乐，这是上帝的规划。但是上帝在伊甸园里对亚当夏娃说：“园中果子呢？”哎，快一点嘛，我受不了你们了。我下班高铁我回家。园中果子呢？芭乐呢？莲雾呢？这样我可以讲到12点，大家听懂了吗？哈密瓜呢？百香果呢？所以讲园没有什么道可以讲，就用这个方法拖时间。什么果子不能吃？啊，分别善恶。为什么上帝要人知道善恶是非由上帝决定，人决定就错了。我为台湾非常的担心，我们通过大法官通过同性恋合法，上帝说不合法。现在我们的优征保健法，堕胎合法，上帝说堕胎是谋杀。
如果你从加拿大带回来儿童的糖果，不要带到新加坡跟印尼，你们猜为什么？里面有大麻，唯一的死刑。现在我们要推动堕胎合法，吸毒合法，上帝说不合法。现在很多人主张废除死刑，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宣布执行死刑者是上帝。上帝对亚当说：“吃的日子呢，一定死了没？当然死了，身体死了，灵魂下到地狱。”所以整本的旧约讲什么？很简单，上帝要为我们预备一位弥赛亚。从创世纪第3章15节，上帝就答应亚当夏娃女人的后裔弥赛亚。所以整本旧约讲什么？有一位弥赛亚要来。各位，你们诗班有没有唱过 Handel 的弥赛亚？有没有？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对吧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叫他什么名字？以马内利，什么意思？神与我们同在，对吧？他一定要生在哪里？犹大的伯利恒。他一定要谁的后代？大卫的后代，亚伯兰子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整本旧约讲什么？有一弥赛亚来。新约讲什么？弥赛亚来了。所以约翰说：“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罪孽的。”那一天，瞎子说：“什么子孙？”再说一次，弥赛亚之子。可怜我吧！耶稣的门徒说 ：“Keep your mouth shut， 不准讲。”他就大声的喊叫。耶稣把他叫过来说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怎么样？”看见了没？大家说。所以瞎子就跟了耶稣的门徒一起进了哪里？耶利哥。大声说：“我以前是什么的？现在呢？大卫子孙做了大事，这个风声就传遍了哪里？耶利哥。请问你撒该听到了没？大家说。这下机会来了，欠债、消重、打铁，心动不如。所以他听说弥赛亚来了，感谢上帝。这位弥赛亚为我们降生，叫什么节？快点！圣诞节。你们反应的这么慢，求主怜悯。这位也是上帝的儿子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叫什么节？复活节。你要修呢？叫什么节？受难节嘛。他死在十字架上，最后说2个字，什么字？啊？什么成了？挂了，是吧？还是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，和平奋斗救中国，是吧？他还说：“你办事我放心，有问题问江青，是不是？”这是毛泽东说的。他说什么？上帝用无罪的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什么又什么的路。人可以来到神面前，神可以住在人的当中。谢谢主，第3天从死里怎么样？这叫什么节？这是基督教的特性。我曾经在很多年以前代表基督教跟佛教、道教、喇嘛教、天主教对谈，我们光头对光头。我跟新道法师说：“你的光头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”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你是用刮的，我是自然的，对吧？对不对？”我还跟他说 ：“Natural is beauty。”听懂我的英文吗？请注意听，我们的主是活的。所有的宗教，他们教主死了都没有复活。佛教有佛牙，基督教有没有耶牙？回答我，耶稣也 tricky。回答我，感谢赞美主，他们的救主死了就死了，有骨灰的。我们主是复活的，请问现在活在哪里？啊？加拉太书2章20节，我好喜欢。我已经与基督现在活着的，乃是什么时候你打开心，这位活的神住在你的里面，改变你的人生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撒该听说了弥赛亚来了，他也可能听过耶稣让水变什么？将来儿子结婚找谁做总务？给呢？给他水就变酒哎，给他5饼2鱼呢？多少人吃饱？乱讲，1万人，男丁5000，
而且还带12篮，对不对？这叫打包，对吧？对吧？甚至让瞎眼怎么样？瘸腿，瞎眼看见哪一科的？眼科嘛，瘸腿走路呢？乱讲，复健科。长大麻风捷径哪一科？感染科。你们这个师班不要讲话。有没有让秃头的长头发？从来没有。我读了一辈子圣经，耶稣从来没对秃头就说长头发吧，到现在没有，所以我没有指望。甚至让死人怎么样？他到拉撒路坟面前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，出来没？出来了。”我到拉撒路面前说：“你出来。”他说：“你进来。”撒该听见了，全城人都听见了，全城人都看见了，他们只在看热闹，撒该在看门道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明天会，这是我们进步的原因，同意吧？同意吧？他怎么办？请放经文，大家一起来读第4节，谁不念谁秃头。不要念，你们嘲笑我秃头啊！圣经里面有一个嘲笑秃头的，要不要听？有一群小孩子嘲笑谁啊？以利沙，结果这些小孩子全部被熊咬死。谁笑我秃头，熊咬死你们！我们一起来读第4节。请问一个矮胖子3高的人，求你跑步会不会猝死？有可能。爬树有没有风险？会不会被别人耻笑？回答我。我们台北市长是谁？柯文哲。如果柯文哲今天在动物园的树上，你什么感觉？不顾别人的耻笑，不顾危险，我今天一定要看见耶稣，打破砂锅，不见棺材，不到黄河，抓住机会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。所以现在撒该在哪里？耶稣在地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们通常走路是这样走的呢，还是这样走的？回答我。第一种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耶稣走，对撒该怎么说？啊？我们一起来读第5节，谁不念？阿门。我刚刚没讲，是你们讲的，这叫借口骂人。我们来读第5节，请。请问你觉得奇怪还是不奇怪？啊？奇怪还是不奇怪？奇怪什么？啊？诗班？奇怪什么？通常啊，如果有个人在树上，我在上面，我也不认得他，我先说什么？老兄啊，要看得开啊，不要死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对啊？要问他，请问贵姓啊？对不对？对不对啊？耶稣有没有？请问贵姓啊？我叫撒该，哪一个撒？杀人的杀，对吧？我一个朋友，湖南长沙人，他说我常杀人，大家听懂了吗？众人保持距离以策安全，他常杀人呢。耶稣怎么说？撒该，我知道你的名字叫撒该，我知道你的困难，我知道你的彷徨，我知道你的自卑，我知道你的问题，我知道你的虚空，我知道你的软弱，我知道你的惧怕。请问今天有没有人怕武汉肺炎的？大家都怕。我今天没有时间讲，这2天我找出了一处圣经，圣经有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不被武汉肺炎感染的经文。今天没有时间讲，如果主许可，我们以后再来，好不好？我才不来呢！你们反应这样子，我来干什么？我知道你的问题，我知道你的自卑，我知道你的彷徨，我知道你的软弱。弟兄姐妹，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问题怎么解决，对吧？
对吧？撒该怎么样？快下来，趁着树还没有断，对吧？趁着手还没有软，趁着脚还没有麻，对不对？趁着头还没有昏，对吧？对吧？趁着我耶稣还没有走，亲爱的弟兄妹，耶稣一辈子去耶利哥就这么一次。聪明人抓住机会，愚笨人放过机会，同意吗？回答我。武汉肺炎没有来以前，我的朋友就买了几百个口罩，有眼光。听懂吗？听懂吗？后来买不到口罩，他有眼光。快下来，给我耶稣机会改变你、赐福你、帮助你、更新你、拯救你。跟我一起来背一节圣经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不是我，你要说下半段什么？你跟我一起讲呢？我讲上半段，你讲下半段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旧事已过。感谢主，今天早上你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你可以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我告诉你，每早晨都是新的。我们的外体一天毁坏一天，我今年79岁了，我们内心一天新事一天。我到现在还有勇气，我到现在还有热情。我传道传了60年，我乐此不疲。今天早上我4点半起床，我太太要交代我早点回家，所以我中饭准备不吃了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对吧？对吧？我只怕2个，一个上帝，跟我太太。亲爱的兄弟们，快下来，越早越好，同意吧？很多人说范长老，等我死以前我就信耶稣。你什么时候死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看病越早越好，越晚越好，啊，越晚越好省钱，对不对？回答我，啊，回答我，信耶稣越早越好。我20岁信耶稣，我如果小时候在教会里长大，我今天的功力一定不一样。我任督二脉都通了。我20岁才信主，我非常对不起，我的表提醒我说你摔倒了，你摔跤了。我回答说我没事，否则他就会通知119。大家听懂吗？这是我儿子送我的表，害我每一次拍桌子就会响。我儿子不孝顺，求主怜悯。他在苹果工作，就送我这个表，反正他不要钱，求主怜悯。亲爱的弟兄们，快下来！撒该在树上，心情是7上，7 up and 8 down， 对吧？这叫蔡英文，对吧？人家问蔡英文 What's your name？ 英文蔡，听懂了吗？人家问我 What's your name？ Darling Fan， 好不好？耶稣能帮助我吗？耶稣能拯救我吗？耶稣能改变我吗？耶稣能赐福我吗？能。在他没有。感谢神，给上帝机会就是给你自己机会，同意吧？撒该有没有下来？我们一起来读第6节，请。他就怎么下来？急忙下来，因为树快要断了，手快要软了，腿快要麻了，对不对？耶稣快要闪人了，对不对？怎么接待耶稣？心情如何？以前是愁眉哀声，做一行，家家有一本；现在是欢欢快快，高高笑口，春风神采，还天回光。啊！你们这个教会回光还反照啊！我讲上面，你一定要讲下面了。请问你撒该的身高有没有改变？撒该的工作有没有改变？回答我。什么改变了？感谢主，它跟福气的源头连在一起，它跟智慧的源头连在一起，它跟爱的源头连在一起了。
它跟生命的源头连在一起了。同意吧？回答我。如果我家的自来水跟翡翠水库连在一起，会不会缺水？翡翠从来没缺过水。我家的电线跟电厂连在一起，容不容易缺电？我太太的皮包跟中央银行的金库连在一起，会不会缺钱？中央银行金库在哪里？你们知道吗？新店到乌来路上，翡翠水库在前面，还没到翡翠，旁边有铁丝网，我地形已经看好了。撒该跟那位万王之王连在一起了。我们来看第7节。他请到撒该有没有反应？没有反应。耶稣有没有反应？没有反应。做对的事情，不管别人你怎么说。如果耶稣是真理，你相信他；如果耶稣不是真理，不要相信他；如果耶稣是真神，相信他；如果耶稣不是真神，反对他。我们一起来读第8节。请问撒该什么改变了？主权改变了。以前谁做主？他是财主，他是一家之主，对吧？他还是税吏长，他是犹太人在耶利哥做的最高的官员，大家每天骂他卖国贼，听懂了吗？我们抗战的时候，帮助日本人的汉人叫什么奸？他是犹奸。以前他做主，他是财主，对不对？现在谁做主？这叫信耶稣。我非常喜欢聚会所的一个标语：耶稣是主。耶稣说：“凡称呼主啊、主啊的，不能都进天国。谁可以进去？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永远长存。凡听见我耶稣话去行的人，像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哪里？风吹雨淋水冲，撞那房子，房子永远不倒。到那日，耶稣说，一定有人说：主啊，主啊，我们奉你名传道，奉你名赶鬼，奉你名行很多异能。主怎么说？主说：我从来不认同你们，你们下地狱。今天教会的问题是让耶稣嘴巴说主，生活没有让耶稣做主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传福音60年，传道人看多了，会行神迹，会讲道，会赶鬼，会医病，我根本不用这个来评估他们。我看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有没有让耶稣做主？撒该让耶稣做主。什么叫让耶稣做主？我的时间你用，我的钱你决定，我的眼睛你要看，我看什么我看什么，我的手做你要我做的，我的脚走你要我走的，这叫耶稣是主。我感谢神，我生长在一个好的教会，要听吗？我从信耶稣到现在，永远1/10的奉献，我早就超过了。因为我们教会要求弟兄们1/10奉献，你们等一下有奉献吧？有没有？因为什么 ？Money is everything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的心呢？撒该站着，耶稣坐着，尊敬耶稣。主啊，我把我的财产一半呢？哎，大家再读一次，刚才第几节？对不起，翻到前面，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第8节。主啊，我把我的财产一半呢？我如果讹诈谁呢？以前撒该走在马路上，手是这样的，这个月的红包，听懂没有？现在呢？有谁要钱的来啊？听懂了吗？我小钱放这里，大钱放这里。万一我太太说钱呢，全部给你，听懂了吗？而且我两边，这叫危险分散。
大家听懂吗？对付女人要有智慧，对不对啊？女人是一种很可爱又很让人烦恼的动物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哎，有谁要钱的？我如果讹诈你怎么样？几倍？弟兄姐妹们呐，因为在旧约里，你偷人家一只牛还5只，偷人家羊还4只，有没有听懂？撒该一定，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，要听吗？要不要听？施比受，把你的财产分给人，分就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撒该从此以后倾家荡产，对吧？一贫如洗，对吧？哎，回答我，啊，从此以后变成街友，英文叫 homeless， 对不对？对不对嘛？我忍耐你们到几时呢？啊，这个姐妹在点头，对啊，你们教会分裂，要听吗？我信耶稣以后，要不要听？我慢慢读圣经，你有给人的，人就给你们的，用10足的升斗连摇上肩，倒在你的怀里。我原来只有人的爱一点点，我10个兄弟姐妹，你猜我最爱谁？我自己啊！人不为己，各家自扫，休管他家。我到日本讲到，日本人早上起来把门口扫干净，把隔壁也扫干净。我们台湾是把门口扫干净，然后扫到隔壁。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爱心呢，有根有基。我就慢慢懂得把我的钱分给更需要的人，把我的衣服分给别人，把我的食物分给别人，把我的时间分给别人。请问你是不是我以后就一贫如洗？大家说，你有给人，人就给你们用10足的升斗，要不要听？我到现在衣服穿不完，你们觉得这套衣服怎么样？气质的问题。这套衣服已经30年，像新的一样。我钱用不完，我衣服穿不完，我食物吃不完。我家里2个冰箱，有一个姐妹送一些水饺，范长老师母随时帮长老下水饺。我打开2个冰箱，说装得满满，我说下次送冰箱，听懂没有？那个人，我太太说那个人真的会送冰箱，我说没有关系，先送房子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听懂吗？听懂吗？感谢赞美主。我做医学院团契的辅导做了51年，要不要听？牙医帮我植牙，我说多少钱？你做辅导不能收钱，我说好了，全口都植，不植白不植。要不要听？我到现在还骑摩托车，我前天还在骑摩托车，头发都不会乱，对吧？对吧？有个医生他赚了很多钱，说范哥，我送你一部车子，我说不要，先送停车位，因为停车位比较贵，大家听懂吗？听懂吗？我2012年得了肾衰竭，要不要听？竟然有一个人打电话跟我说，你要不要肾？我捐1个给你。我跟我儿子讲，你看爸爸人家都愿意捐肾，你要不要捐？我儿子说，你找妹妹，她比较年轻。听懂吗？我就问我女儿，你要不要捐？她说你找侄子，她更年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，要信在景象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，这样你必在神和人面前蒙恩宠又聪明。哎，好不好？没有信耶稣，只有人的智慧。信耶稣以后呢，我们一起来背：敬畏耶和华是认识至圣者。你们当中缺少的智慧怎么办？神一定给。大专联考，我数学考1分，你不要笑我，很多人输我1分。那一年很多人0分，我最后1分考取成大329分，这叫什么车尾？4年以后我离开成大，全校成大3000个学生，我前3名毕业。附中的校长请我去演讲，说是我们杰出校友，我肚子都笑痛了。
中学读了7年，留级1年，补考5年。班上43个同学，我第41名毕业。人家问我第几名 ，I was number 3。等他走了以后说 from the bottom。听懂了吗？我高中1年级被训导处记2大过2小过，训导处通知我的妈妈说再记1个小过呢。我妈妈指着我鼻子骂：姓范的历史上没有出过1个坏人，你不要投1个。感谢上帝，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爱，要不要听？上帝的帮助。我碰到人生的谷底，我的朋友说死定了，上帝帮我开路。我没有时间讲太多的见证。没有信耶稣以前，生病找谁？信耶稣要不要找医生？要啊，千万不要不找医生啊！这是试探主。我们教会有些怪咖，那范长老俺是有信心的人，俺生病不看医生的。我说你生病不看医生，俺骑摩托车不踩刹车的，可以吗？啊，靠主得胜，不踩刹车。回答我，啊！2012年我去厦门讲道，厦门人讲什么话？厦门人讲什么话？什么厦门话？你彰化人讲彰化。这种牧师，你们怎么找这种牧师来？厦门人讲闽南话，对不对啊？我嘛是爱台湾呢，我领台湾水，我讲台湾，我家讲台湾人啦，对不对？对吧？2012年他们请我去讲，3天讲6场，每一场2个钟头啊。我72岁了，累不累？到了现场变10场，讲得我精疲、汗流、两腿、眼冒、口吐白沫。我讲到有口吐白沫啊，你们第一排有感觉吗？要听吗？2月12号飞到11号飞到马尼拉，马尼拉人华侨全部讲闽南话。2月12号礼拜天，女主人给我一罐杨桃汁，新鲜的，所以我现在不敢喝，说不定有杨桃。要听吗？我一口喝下去，杨桃汁里面有神经毒素，你如果身体疲倦会致命。我不知道。感谢主，2月13号我到医院去验血，当天没有尿，一滴尿都挤不出来，我没有感觉。刚好验完了血，医生就在正西医院的 lobby， 我从来没有看他在 lobby 过，都是在诊间。那个医生是主内弟兄，我说殷主任，我早上抽了血，可不可以下午来看？我们通常抽血多久看？1个礼拜，我就死掉了。他说你下午3点半来，他看电脑，非常脸色很沉重。他说你的肌酸酐2.6。我正常人，这里有没有医生？举手看看，不举手都秃头。我们正常人的肌酸酐1.2，对不对？我2.6。他说有没有头昏？没有。有没有手麻？没有。有没有脚软？没有。有没有呕吐？没有。我跟马英九一样，自我感觉良好。他说验错了，你再抽个血，5点钟回来，我的肌酸酐5.1，你赶紧给我住院，急性肾衰竭，要不要听？我就开始洗肾，3天以后13.2，医生的脸变成民进党，听懂了吗？绿的嘛，你们都不会笑一笑，你们该笑不笑，不该笑乱笑，你们跟美国的教会一样。我在美国讲一个笑话，那个翻译帮我翻，他不会翻译，他说刚才范长老讲个笑话，请大家笑一笑。要听吗？啊？医生说你的肾功能不可逆，一辈子洗肾。我跟医生说你不能治，还有谁？我信耶稣的，圣经里有5、7、8处的经文讲怎么样病得医治。要不要听？我洗3次就好了，到现在1.2，超正常。上帝的医治。1991年我心血管狭窄，这叫什么病？啊？
狭心症，所以你们不要惹我，我心胸狭窄，没有做支架，没有做气球扩张。2007年，殷伟贤说随时会猝死，心肌梗塞。我说怎么办？做个电脑断层，要听吗？100%通畅。做的人说这是神迹。教会一些笨蛋问我你喝了什么？我说通乐。听懂吗？还有人问哪一种通乐？我说厕所跟浴室的 50-50。上帝的意志，上帝的智慧，上帝做导演，你就活得精彩。我高中毕业的时候，老师说不用考大学了，你去当兵吧。我跟上帝说，你做导演，要不要听？大家有没有听过孙运璇？我是他的机要秘书。大家有没有听过10大建设？我们公司做了8个，我是创办人之一。上帝可以化腐朽为神奇，同意吧？黑色变什么色？白色。黑白变彩色。60年过去了，上帝给我智慧，上帝给我勇气，上帝给我热情。我传福音传了60年，还是很有热情。上帝的帮助，上帝的供应。我们一起来背一节圣经：耶和华是我的，我必。上帝养我60年。我们华人说富不过几代。出埃及记20章第6节，爱我耶和华守我耶和华诫命的，我要向他们发慈爱到千代。各位想不想长寿？快一点，否则你去夭寿呢。要不要长寿？真的。我不晓得同工可不可以把经文放出来，可以吗？我如果随时要节经文，可以放出来吗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，不可以我就背给你们听。不行哈。要不要听？我儿，你若听受我的命令，就必延年益寿。从小算命的说，我活不过65岁，我今年79，我还在活。你可以近一点看我，我都没有皱纹，没有老人斑，延长寿。箴言3章1节，你若听受我的命令，不可忘记我的法则，上帝会把3个加给你。注意听，加给你生命的年数、长久的日子和平安，加给你。上帝的眼光，上帝配合的婚姻。今年我结婚50年，我现在跟我太太的感情比我结婚还好。要听吗？今天出门以前，我在他在睡觉，我在他脸上亲一下。我跟他说 I love you， 他说 I love you， 爽。女人喜欢甜言、花言、胡言，我每天都这么干。每天说 I love you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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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跟国民党一样，爱台湾呐，三民主义统一中国，东西给了。跟毛泽东一样啦，一切是为人民服务了，要求呢。感谢上帝，上帝给智慧经营婚姻，上帝给智慧经营人际关系。我现在朋友多到我受不了，要不要听？在鼎泰丰吃饭，我太太、我媳妇，我们3个人吃，吃完了我把账单还没有去付钱，后面一个姐妹来了去付钱，有没有听懂？我说等一下，我还要加2道。听懂没有？其实我们吃饱了，听懂吗？听懂没有？你家就是我家。我到西班牙，有个弟兄说：“你随时来，我跳到地中海挖鲍鱼给你吃。”温哥华8个家庭说：“你随时来，你家就是我家。”你给人家慈爱和诚实，你试试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眼光，上帝的赐福，因为撒该让耶稣做主。我最后说，瞎子是不是耶利哥的人的贵人？没有瞎子，耶利哥人不知道弥赛亚来了，哎，对不对？我再问，撒该是不是耶利哥的贵人？是不是？请问旧约里有个小女子是个外劳，谁的外劳？乃曼。乃曼长了什么病？大麻风。对
对不对？小女子说：“我们家乡有个先知叫以利沙，那是密医，没有 license， 对吧？对吧？你如果去找他，他会医治你。他半信半疑去了，以利沙就跟他的差来人说：‘你去约旦河洗7次。’他气得要命。我们有新店溪，我们有基隆河，我们有下淡水河，我们有浊水溪，为什么要去约旦河洗呢？他家里人说：‘你不洗白不洗嘛。’请问你洗了以后什么结果？他信了耶和华。耶稣有一天讲道，讲得很长，从下午讲到晚上，所以好的讲员都讲得长。我是非常谦卑的人，传道人当中没有像我这么谦卑的。妈妈说耶稣讲得很长，妈妈帮你准备一个便当，5个饼，怎么样？免得你血糖太低。到时候安德烈说：“小弟，把饼拿过来交给耶稣。”他天人交战，交了没？什么结果？1万人吃饱，带了12篮回家。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都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。把你自己交给主，让他来做导演，好不好？时间的关系，我放2张照片。第一张，请放出来。这个人叫简英才，1985年，他在淡江大学参加校园团契福音营，一共5天，他前面4天昏昏欲睡。我讲到没人睡觉有特别的道理，要不要听？你们怎么搞的？他怎么睡呢？大家听懂没？有时候就哈利路亚，他也没办法睡，丢不丢啊？丢不丢啊？连保罗讲道都有人从楼下摔死，真的。后来保罗让他复活，对吧？谁听我讲到摔死，我绝不让他复活。我会跟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，丢不丢？第4天，他打电话给他妈妈：“妈妈，我听不下去，想睡觉。”妈妈说：“再等1天，明天就结束了。”第5天是我去了，要不要听？我讲的很简单，各位朋友，这杯水好不好喝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信了耶稣，你猜从1985年到今天，他向多少人传福音？大家猜，猜对了，我送你1根头发。哦，很珍贵的，丢不丢啊？你们猜？哎，猜嘛！听我讲到是一种享受，不是忍受，对不对？那个姐妹在看表，求主怜悯。真的，她刚这样，伤人呢，听懂吗？我们最怕人家这样，我们更怕人家这样。你们猜他多少人信主？多少？1万。谁猜的，请举手。你们这个是小孬孬，连举手都不敢举手。谁猜1万？没关系嘛。小儿科、新生儿科，大家猜嘛？多少？啊？50万人。你看，我变成他的贵人，他又变成50万人的贵人，厚不厚？他是台湾少数吉他博士，但是美国洛杉矶金门神学院的某一个系的主任。再看第2章，这个弟兄呢，我左边这个弟兄有没有看到？2014年有一天，我在马路上，我太太在银行里办事情，我在外面把风，听懂吗？听懂吗？看有没有警察来，有没有听懂？有没有听懂？这个姓方的弟兄就跑来找我，我不认得。哎，范长老，可不可以为我祷告？可不可以？回答我。当然可以嘛。我说有什么可以祷告呢？他说我脑瘤。他说你看华南银行旁边这块地，300坪，4楼的老公寓，20年都更没有成功，因为有什么户？钉子户。他说你可不可以为我做个祷告，让我的脑瘤得医治？都更能够成功，我就为他祷告。要听吗？我祷告是这样，我如果为人家祷告，我就会写下来，就一直为他祷告。各位听懂吗？所以我的手机里面有几百个人，
有时候太忙了就说主啊，你自己看。各位听懂吗？这个叫云端。主啊，你自己看。OK。隔了2年，在一个婚礼里面，我碰到他，要听吗？范长老，你记得我吗？我说记得啊。我说怎么样？脑瘤得了医治，都更成功了。去年的7月，我在教会里讲这个见证，我当时没有问他叫什么名字，我就讲这个见证。刚讲完，这个弟兄坐在最后一排，站起来说：“你讲的就是我。”我吓一跳，我说这个人在闹场。弟兄姐妹，我这一辈子，我是一个中学读了7年，老师放弃的，妈妈放弃的人，上帝没有放弃，我让耶稣做主。大家有没有听过叫中华神学院？他的院长是我带他信主。我想走在马路上，很多人说：“范长老，你带我信主。”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最近2年以前在马路上碰了个弟兄，范长为我祷告，我精子很少，没有办法怀孕，我就一直为他祷告，要不要听？最近他太太怀孕，2胞胎，要不要听？龙凤胎。我说你将来要送我2盒油饭，听懂没有？感谢主，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贵人。先让耶稣做你的贵人，要不要？要的请举手，不举手的秃头。我们呼召很有办法，不准放下来，谁放下来谁秃头。跟我一起说：亲爱的耶稣，请你今天早上住在我的心里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做我的主，做我生命的贵人，也帮助我成为别人的贵人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荣耀归给上帝。